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 ，Vicky 今日為大家帶嚟嘅係上水天平村一個兩房嘅實用面積381尺嘅單位，只可以綠表或者白居二購買，因為佢未補地價，上車門檻低，標準兩房嘅間隔，下飯廳分明，方正實用，全屋採光都通透。呢個單位5-6年前業主買入做咗全屋嘅翻新，水電煤已經做咗更新，步行10分鐘就可以到達上水火車站。屋苑有自己嘅天平商場，對面有街市、體育館，可以講衣食住行一站式嘅配齊，屬於80小學校網、北區中學校網，非常適合剛需家庭嘅選擇。屋苑配套成熟，測咗大型公屋社區，康樂措施齊備，多年老牌公屋，社區範圍濃厚，衣食住行一應俱全。天平村屬於高性價比嘅公屋，地段成熟，交通便捷。有興趣嘅評論區話我知。